在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墨西哥6月初2要举行总统大选，即马候选人拢在走行程邮票。第2日暗时发生竞选活动的悲剧，这是总统候选人阿尔瓦雷兹，伊去参加造势活动，到一半时是汹汹透强风，甲规个舞台拢掀倒去。阿尔瓦雷兹伊本人是无代志，不过现场包括一个囡仔在内，计共有9个人死亡，121个人受伤。 民调即马排第3个总统候选人阿尔瓦雷兹的竞选活动进行到一半，却突然间透风，舞台先出一边，尾啊规个倒来。现场参加的民众看到这种情形是惊甲哪走哪滑。阿尔瓦雷兹是好加在闪开，不过现场是造成重大死伤。Vi muchos árboles caídos y en un tiempo tan breve. Ni siquiera hay una tormenta o hay una lluvia que esté, ustedes ven cómo está la ciudad, es verdaderamente atípico lo que sucedió. 意外地点省立杭州的健康官员讲，真侪受伤的人是头壳被焊着，头骨断去，有人情形正严重。今日候选人加总统欧布拉多拢对遇难者表示哀悼，州长贾西亚警告讲，这个地区会有正强的暴风雨，警方甲官员正伫咧处理泄漏。 No hay ni una necesidad de salir. Las siguientes 2 horas. 意外发生伫咧选举区的高峰，已经进入上尾的倒算阶段，真侪所在拢有造势活动。不过除了这种天灾意外，竞选活动也有真侪恐怖的代志，包括有20几位地方公职的候选人被杀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